我初初出嚟做嘢嗰陣呢，因為冇背景、冇人物，又等錢開飯，咁我唯有去葵涌一啲工廈嘅蚊型公司度返工。咁全間公司咧得5個員工嘅啫。咁公司入邊咧有一個洗手間嘅，男女共用。嗰時咧我有一個同事啦，20歲左右，男同事，佢係做 IT 嘅，佢每一日咧都去好多次廁所㗎，而每一日咧佢係起碼有5次係去好長嘅時間，每一次去完咧起碼會有1卷至到2卷廁紙係冇咗嘅。最初我哋其他同事都喺度諗，會唔會係因為佢腸胃唔係咁好咁，所以就要去開大咧？咁但係又唔係，因為冇聞到任何嘅味啊。之後咧我哋就漸漸發現咧，洗手間入邊咧有一啲不明嘅白色液體，咁就噴到去個鏡嗰度有啦，同埋個水龍頭咧係銀色嘅，所以都有一啲噴灑狀嘅白色嘅液體喺嗰度。咁其他嗰啲洗手盤啊，同埋牆嗰啲咧，因為係白色嘅瓷磚啦，咁又唔係太明顯，我哋亦都冇專登去仔細去深入研究啦。同事呢樣嘢咧，真係令人好無奈啊！就算你幾唔中意佢，你每一日咧都係焗住要同佢對9個鐘嘅，你係被逼要同佢講嘢，同佢有接觸。諗翻轉頭，我咁早財務自由咧，都可能要多謝佢，因為嗰陣時每一次我照鏡望住鏡入邊嗰個被沾污嘅自己咧，我就同自己講，我一定唔可以一世都打工，唔可以永遠都對住啲咁嘔心嘅人啊！同埋咧，自從嗰陣時咧，其實我心入邊咧都一直有一個疑問㗎，就係咧，其實 IT 嘅工作咧包唔包括埋偵測下網嘅咧？如果係包括嘅話咧，可能佢實在太盡忠職守啦，咁就令到佢太有需要去太多嘢要解決啦。我呢一個疑問咧一直都未解開嘅。如果你知道呢一個係唔係 IT 嘅工作之一咧，你留言話俾我知啊！